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因为武汉肺炎出来往生的白牌车司机，伊的致病感染源已经有找到了，是对即刚转来的大伤。政府宣布讲，中学以下若准有一人感染着武汉肺炎，是规班停课；全校以上若准有2个人，就是规间学校停课。台湾宣布南韩疫情旅游建议是提升到1级，也就是注意。南韩政府也宣布讲禁止社区传播阶段。讲到武汉肺炎到今是一直烧未退，就连南韩也爆发真一桩群聚感染的事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暗头也宣布讲，甲南韩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1级，也就是注意。另外，要找到已经害死白牌车司机的感染源，认定是对即刚登台湾的大伤。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伫传，已经有75000多例确诊，有2000多例死亡。因为附近的国家南韩已经出现真侪件群聚感染事件，当地病例快速增加，累计超过100例。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宣布，甲南韩、甲日本、泰国共款，提关旅游的疫情建议到第1级的注意。那南韩这2天病例数快速的增加，那也有大概82例了那。整个来讲，虽然还有6例是感染源不明，虽然它是相对的集中，不过我们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提醒。布里格指挥中心嘛有好消息，国内头一个死亡个案，也就是第19例中部白牌车司机的感染源找到啊。指挥中心表示，甲白牌车司机捌接触过浙江大伤1月22日返来台湾了后，捌出现呼吸道的症状，而且看病真侪解。经过采回送台病医甲中研院检验抗体了后，总算确认这个大伤有武汉肺炎的抗体，也就是讲这个大伤真正捌感染过武汉肺炎，而且透过近距离的接触来传染给白牌车司机。弱阳性的表现就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些抗体。那这个我们两边在比对是同一个人，而且在跟指挥中心的名单在核对，就是那个浙江回来的那有咳嗽的症状那一位。另外，国内第24例确诊个案接触者总共有361个人，已经采检129个人，其中111个人是医护人员，检验结果拢是阴性，还有7个人等在检验当中。目前国内24个确诊个案内底有1个人死亡，其他的个案状况真稳定。个案的接触者还有161个人继续伫咧居家隔离，其中6个人有症状已经通报，有5个人排除，也有1个人等在检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今日公布讲，国内第24例武汉肺炎的感染者是一位女性的感染者，最近这2年拢唔捌出国过，甲伊有接触的人拢也经过调查。另外，美国疾管中心 CDC 伫官方网站也讲，有甲台湾设入去社区传播阶段内面，不过台湾这边无认为讲当咧社区传播。武汉肺炎国内确诊人数增加到第24例，是一位北部60几岁退休女性，伫最近2年无出国过。虽然目前国内案例也无符合卫生部所定义的社区感染4项定义，台大主任医生李明认为，未能否认台湾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情形。我们现在有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大概是不能否认的就有人在社区被感染。那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到指挥中心定义的那个定义了因为他们的定义是4个条件。我目前并不符合那4个条件。美国疾管中心官网伫咧20公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甲台湾、新加坡、日本、南韩拢列入新型冠状病毒症例社区传播阶段。防疫专家讲，最近新增加的本土案例是回溯过去无旅游史的肺炎病人的扩大采检，表示旅游史已经唔是采检唯一的标准。这个有没有旅游史，反而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focus 在这里的话，很可能就会漏掉更多的例子。所以说，只要是肺炎的病人，又不是流感，治疗的方式又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就一定要送检。时政如讲，所来恐也有隔离病房无够的情形，一定要集中医疗资源保护好重症病人。疫情指挥中心讲，北部的这名本土个案，密切接触数有300多人。台北市就希望中央更加明确的公布确诊的管区资讯。那北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台北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当市好了的方式来做。那主要是社区防疫还是很重要。这新型的挑战是29天才确诊，是29天的过程，接触了多少人，范围多大，我们必须要全力备战，全力以赴。还有
下来就是学校的开学。对新冠病毒的演变，一个后礼拜就要开学啊！湘北市政府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陈时路强调，加SARS-CoV新冠病毒是国家危险，所以来要有长期加新冠病毒做一个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后礼拜二就要开学咯。教育部也在今仔日公布上新的停课标准，若准是中学以下有一个人去治疗武汉肺炎，就要规班停课；因若规间学校有2个人以上受到感染，规间学校就要停课14天。排消毒水入去学校，无论是洗手台、楼梯的栏杆，或者是便所门，全部都唔敢放冷，要甲消毒防疫工作做好。全台湾高中1以下的学校会伫咧2、5开学，要安怎来预防武汉肺炎的疫情，变做家长甲学校上注重的代志。它的传染力比较强，而且它老师跟学生的这个接触的情形也蛮多的，所以这次我们把阵列的老师，就说师生只要有1位确诊，全班就停课。补课的是时间，可以是在周间，或是假日，甚至暑假。教育部宣布上新的停课标准，高中以下学校一班内底若是有一个师生确诊，就是全班停课；全校有2个确诊，就是全校停课14天。大专校院的部分，同款是1个人确诊，伊所授课或者是授课的课程的停课；2个人确诊，就是全校停课。以往的学测的申请都是从4月份开始要面试，你面试一定就是南北移动嘛。以停课的部分来讲的话，教育部对于国中会考的这个时程有没有什么备案？会不会延期？那延期之后，到底怎么做？对高三学生来讲，只考延后时间，啊，毋过3月了，还佫有申请2项特定的关卡要准备。啊，若是高三的学生，佫会拄到5月会考，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家拢真紧张。线上学习啊，譬如说，运用我们台北市的库克云，5月16、17啊，有教育会考，真的是有哪一班啊？因为一个病例，然后来停课14天，功课的复习的一个内容。要怎么去把它补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我们用 Google 的课堂来做整个那个我们教学资源的整合，然后让孩子能够依照自己的步调来学习。学校消毒防疫工作要做好，学生的课程进度嘛袂当差伤济，像讲台北市有酷客云，桃园嘛有线顶学习平台，要保证学生伫咧厝里嘛会当用实心来学习，伫咧预防疫情优先的时阵，嘛袂去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目前正在严重，学校也延后开学。考试院经过讨论，决定要将6项的国家考试延后，其中影响上界大的，就是有超过8万考生的公务人员考试、高考甲普考，确定会延后2礼拜，该对7月17到7月21。考试院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连大学考试也延期，连带影响到公务人员考试，也就是高考甲普考。另外，医药、法律、财政相关的国家考试，拢有该时间，请民众爱特别注意。行政议会在今日通过肺炎防治甲着纾困相关条例草案，也特别列了600亿的特别预算，要来防治肺炎，甲提升消费市场。另外，针对爱伫处理隔离有向公司请假民众，会当伫2年内申请防疫补偿。不过，若准是违反规定，上悬会当甲因罚到100万。新北市居家检疫关怀中心20成立，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亲身到场视察，因为台湾第27个确诊病例出现伫北部，防疫工作爱阁愈注重。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行政院赶紧通过特别条例草案，草案的名叫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也阁有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总共有18条，分做防治、纾困、振兴、处罚4个部分。包括防疫医事人员的补贴、员工的防疫隔离假毋是控制，隔离这2天内底会当申请防疫补偿。若是违反隔离的规定，四界行，处罚有加重，上悬罚100万。嘛，鼓励企业针对防疫隔离假互因薪水，会当加倍扣抵应收税。若是散布疫情的假消息，上当关3档。如果有配合的，因此来受到影响的，我们都会佐以补贴。那如果不配合的，那我们不但会严查，而且法办，我们就不给予补助。如果今天他们有需求，而雇主主动讲说你们劳工不用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并不符合防疫隔离假的这个要件。
补偿措施的相关细节，爱等立法院商讨了后，目标2礼拜内底定出主法的规范。根据了解，有希望会当比17当前30的时阵，发放比隔离者每一天生活津贴500块更加侪。因应纾困草案，行政院嘛编列600亿的特别预算，为了呼应业者的诉求，经济部提出多元纾困措施，包括调机制，也搁有搁再加码2方面，协助产业渡过难关，同时嘛扩大台商回流方案的资格。包括台商，我们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不但能走出困境，而且能借这个机会改变体质。无跟台商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其实是要再讨论，然后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怎么去认定的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跟保证的部分，也有包括制造业纾困的规模，大概是34.7亿。行政院通过草案了后，送去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去立法院民进党团质疑，争取支持。民进党团总调瓜建明指出，若是朝野协商有共识，草案上紧25会当三读，按算3月初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讲伫停伫日本的船桥公主号，在今仔日阁有9位台湾旅客经过检查是阴性，会当落船到饭店，听候台湾的专机来甲伊接。伫船顶受到感染的5位台湾人是继续留伫日本医治，其他19位是做伙坐包机返来台湾，到台湾了后，也阁爱检查，也阁爱隔离14天。船桥公主号隔离期满，乘客陆续落船。19名台湾人落船了后，20下晡也有9名台湾人确认是阴性，顺利落船。组织代表谢中庭去码头接人，搁伫面册铺文。分享落船旅客欢喜的心情。目前9名乘客状况拢真好，会到病院等待包机返来台湾。我们的乡亲呢，都由船公司准备的车子呢，还有我们的人呢，护送到船方安排的旅馆。看来他们的精神都蛮好的，健康情况应该都没有问题。船桥公主号船顶台湾籍乘客加上船员总共25人，有双重国籍，扣除5名确诊会留伫日本，有19人有希望坐包机返台湾。外交部也正式发航包机，21下晡会出发，暗时到日本后，按算10点半返来到桃园机场。不过坐飞机人数要等日本的检疫结果。这必须要看，这个日方的检疫程序，我们能够有多少人可以通过，才能够确定。目前船顶有3名台湾籍乘客，包括台湾魔术师陈日新，伊伫面册播出影片，报关日本官方动作办，确实提别着阴性证明，官未负责伊的包机返来台湾。知道要3天时间筛检，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提早来帮我做，而不是现在都已经等到包机前一天，我还在这边干等，等得到上飞机，等不到嘞，等不到，那我就上不了飞机了。空间非常的大，相对没有那么的拥挤。交互感染的可能性低，那都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我们的隔离检疫，然后送到这个我们的集中的一个检疫所，然后再观察1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费用会以日本到台湾单程机票为主。包机照进前的防疫定序行，为接机开始，会依照台湾的高规格处理。疾管署、移民署各境事务大队，甲航空警察局等相关人员已经接到包机降落勤务，桃园机场也在做准备。把参加武汉包机等台湾勤务人员讲，有顶一摆经验了后，过动线安排会更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国留伫武汉的台湾人昨也发表电证书，因表示讲，因已经隔离超过半个月，也无人来确诊，希望台湾政府会当赶紧同意，互因会当坐东方航空的专机返来到台湾。不过，咱台湾的陆委会也强调讲，随时拢会当去甲因接返来，重点是中国就要尊重台湾对疫情的掌控。一连一个伫咧乌北的台湾人，19晚发一张电证书予总统蔡英文，希望会让知影政府为什么坚持要派华航包机。此嘛一个留伫咧乌北的800多位台胞是要如何是好？一个强调一个人爱工作持家，要开学啊，囡仔无法度返来读书，一个慢性病人需要返来台湾治疗，希望政府赶紧同意予东方航空的包机载因返来。他已经有一趟成功的经验，是台湾也知道怎么对接。万一是东航来，我怎么对接？因为你已经演练过一次了嘛，而且你演练这次里面有什么缺点，你也很清楚。比如说，你觉得那大陆会不会上来飞机里面又有确诊的案例？
国台办是透过官媒批评是民进党当局主动接互包机一直拖，是恶意的政治操作。对此，陆委会强调，蔡总统已经表示，计划甲飞机拢已经传好啊，随时让甲个人接倒来。也强调已经甲教育部协商安排管顾教学，互囡仔学业袂中断。另外，咱个护照无法度辨识中国旅游署引起防疫漏洞的疑虑，有立委建议伫咧护照顶头做标记，陆委会讲会研究。在护照上虽然无法辨识，但我入出境管理系统都有保存这些资讯。这个涉及到领物跟入出境实务的议题，那陆委会也会会同相关的主管机关，包括外交部、移民署进行通盘研议。另外，对摕第二本护照自第三地入境转来台湾，要回避防疫措施的行为，陆委会讲这是无比稳准的，会会同相关机关做劳动的查检，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来到台湾的读册的港澳学生，照规定，若准入境了后，就要进行居家检疫。伫屏东内部数一个澳门学生，向法警讲，伊伫2日内面偷走出去8摆，而且这个学生抑阁唔承认。面对着这款的情形，科技监控室会讲话，卫生局也拍算讲要来追查详细啊。内部乡长带船长顺利赶自家警方到居家检疫的澳门学生宿舍，问伊是毋是有出门，因为根据监测系统，这来自澳门的大学生好亲像有出门。没有，你有没有出去？我都没有出去，完全没出去。确实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在家里隔离的这个动作，你不要违反我们台湾的法律。学生无承认，也强调拢尤其下同学协助上班。不过，卫生局手机定位发现，读屏东某大学的澳门学生1月7日入境，居家检疫要到2月20期满。不过，手机定位显示伊无伫宿舍内，连续2天有8摆外出记录。卫生局表示，若是调查属实，这名大学生恐惊被罚上关15万。后续本局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会进行后续的行政裁罚。防疫爱细致，中法官卫生局要求全县4间大学113名中学生，其中登去学校宿舍居家检疫，免阁住伫校外细碎所在，引起学生反弹。是在恐吓你问任何问题，他都是那种在对你生气的那种语气。环境还有卫生，其实没有很好，甚至可以说有些恶劣，对。然后校方。而且它也是一个公用的厕所，然后校方，也叫我们住进去。学生这期校内宿舍环境无好，疫情也是公用，恐惊引起校车感染，也批评学校沟通态度强硬。发觉有这些监控跟健康管理的状况，所以我们在礼拜一也请他们来开会。我们要求学校一定要强制性的主动安排学生回到校舍去做一个居家检疫的处理。中法官卫生局指出，因为发现有关学生出现呼吸道症状，无及时通报，学校也无法度及时发现，会造成防疫隐忧。虽然学生宿舍无外口水处措施，防疫非常时期，请学生配合，若无应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提健保卡去药局买喙암，互民众更较方便买到，不过真侪药房的药师是无用试试。若准是一个人固定的药房，药师是更较有货的人，一定是无用甲打拍。台南市长黄伟德除了亲身去甲拜访、甲勉励以外，也带头决定讲要补助包装的费用。 70外岁的老药师，逐工拢无闲伫包装慢性病的药包，搁要应付喙암实名制业务，真正有一寡挡袂牢。我要应付我的固定的人是安尼嘛袂使啦，对无？安尼无公平啊！我一个对象人，我较有讲，我的人也是初中的，一个家药的，家药学生帮忙啊，无要安那，阮太太啊。因为人力不足的问题，伊的查某囝甲孙仔这阵仔嘛拢来帮忙，但是看到有一寡民众买袂到喙암，就对因生气，这是互因真唔甘的原因。也没有办法说每个人的口罩需求量都够。 因为有的人洗身是不是135、26，那一个礼拜就要3天啊，所以他们有拜托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不能达到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是有。
民众是排足长要来买喙烟，续落来，佫加了消毒酒精的业务，互真侪健保药师是真艰苦。伫台南市都有19位，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药师。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亲自上门来关心，嘛宣布将会补助包装费以及投入义工。包材的部分，我们考量适当的予以补助；人力的部分，我们先动用这个我们的志工朋友来帮忙我们药师，因为他们光是要分装这个200个口罩，可能要花1个多钟头。将来如果再搭伙400个口罩，可能要花2-3个钟头。药师因是无偿的配合政府的政策，付出的辛劳，嘛希望民众加一寡了解，嘛真台北民众加一点仔尊重甲体贴。记者郑云淡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众人拢减少出外机会，大家拢嘛将物件买当处理煮，也互台南的关庙面订单变真济，甚至有国际订单。一般的面线，菜伫咧工厂互日头晒，工厂内面的机器也一直捧，大家手拢无停过。台湾关庙面工厂无受到疫情影响，订单电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成。面条这种方式保存方便容易，不像那个新鲜的蔬果，它要冷藏，所以说我们这个面条它可以多买一些回到他们自己家当做存粮啊。每工3000公斤的产量，毋但是国内栽培订单增加，伫香港卖场也卖甲正好，贸易商一直催货。他们是希望说我们如果货马上做好了，马上就出货了啦。对他们那架上几乎都没有什么货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真侪民众最近拢较无出去食饭，拢伫咧厝内煮。其中以观光客为主的商圈影响上大，业者讲生意至少落3-4成。3成左右，2-3成，3-4成应该也一半的时间，就是一半还是会叫外送。看好配送经济无受到疫情影响，台南市经发局协助业者接洽外送平台，搭配防疫需要，加电商平台推出台南好物专区。防疫的商品、保健的一个食品，我们会优先来做一个推广。当然，针对只要是台南优质的一个店家、优质的一个商品，我们都会来把它纳入推广的一个范畴。整合观光工厂、市集加商圈等业者，利用网络平台共同营销，希望让减少疫情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南韩也发生2天21日就增加53个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情形，也出现头一个致病死亡的案例，而且这寡感染者拢甲日前一位确诊病例有关系，就是防诊断有致病进程4加去，又搁坐大众交通工具。南韩政府也宣布讲进入社区传播的阶段。南韩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拖，20确诊的病例新增加31例甲22例，全国总确诊人数已经104例，而且出现头一个死亡的个案。南韩媒体指出，死亡的个案是伫咧重庆北道清道郡台南病院。13个确诊患者当中的其中一个，南韩政府也搁伫咧调查死亡的原因。政府20早起已经宣布，武汉肺炎已经超过防疫网，进入社区传播的阶段。韩联社报道，较早进前增加的31个病例当中，敢若一个是拄修理来的，其他30个拢是庆尚北道甲大区市。其中23个人甲第31个超级传播者有关系。伊是一个61岁的南韩女性，伊伫咧接受隔离进前拍走，毋若去教会参加婚礼。甲会场内底自助餐厅真侪人来接触，嘛因为工课的关系，在韩国高铁、KTX 甲地铁去修理的总公司参加研讨会，大量接触真侪人。致使南韩的防疫工课是更加困难。已经知影上无有37个确诊的患者，甲这个查某人有关系。 지역 내의 관련 교단의 협조를 받아 신도와 예배 참석 여부를 파악하고 신속하게 접촉자를 조사 중이며 신도들에 대한 전수조사 등 유증상자를 조기에 확인할 수 있는 효과적 대처 방안을 추진할 계획입니다. 南韩政府到达尚无对超过12000个人进行武汉肺炎的采检，目前也有1600外个人伫等待检查的结果。南韩半导体大厂 SK 海力士20表示，因为发现一个新入来人员甲武汉肺炎的患者捌接触，已经要求总部超800个员工伫咧处理自我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说落来，咱来关心日本。
日本的武汉肺炎是有愈来愈严重的势面，在泉州公主号顶头的隔离措施也引起国际批评。不过，日本政府认定因的隔离是有效的，感染人数有伫咧下降。就连日本的媒体也讲，泉州公主号的船籍是英国，日本无旗帜去甲日本无旗部去甲这个责任承起来。日本当局只在安排第二批邮轮泉州公主号检验结果阴性的旅客落船，总共有500人，主要对象是非日本籍的乘客。泉州公主号20第一摆出现死亡案例，2名80多岁一男一女的日本籍乘客，前一阵确诊了后落船入院治疗，2人拢是癌症患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另外，还有2名日本官员确诊感染，分别是后生劳动性甲内阁官房职员。拢要去船顶执行业务工作。乌克兰外北海道20也新增加确诊病例，九州也出现第1名确诊病例，是1名60多岁无头路的查甫人。13出现发烧症状，送医治疗，20确診，感染来源無清楚，以防萬一，家屬也入院接受檢測。初めて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患者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最近の海外の渡航歴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每一个包机也陆续接回邮轮顶悬的公民，澳洲、香港包机拢已经登去，机顶所有乘客到位以后，被转往指定地点过隔离14天。A Japanese expert who has been on board the ship and has described conditions there as chaotic, ineffective. 泉州公主号邮轮将到中国以外重灾区，佫被外界叫做小武汉。日本19总算完成公主号所有乘客工作人员体检，互因陆续落船，佮运船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转去，引起疑虑。病毒检测过程也真受到批评。一名捌上船协助检疫日本学者公开一段影片，批评船顶隔离措施真乱，真侪人无挂喙掩穿防护衫，引起争议。日本官房长官兼议会深深澄清，当局采取的隔离措施是有效的。2月5日以降、感染拡大防止の措置が取られ、徐々に発症者が減少し。另外，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无义务应对泉州公主号的运转邮轮扣发，是因为将近半数乘客是日本人。武汉肺炎病毒是伫航行期间化开，以国际法来讲，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船籍所在国的英国。记者综合报道。到今，伫中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达到75000人啊，死亡人数也特别超过2100人。根据着上新的研究，武汉肺炎是真高危，甚至比 SARS、MERS 更加强。也有外国媒体针对着中国疫情，用来检验的新闻标题，甲中国口舌。中国疾控中心19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点分析，照患者发病日子来算，去年12月底时，已经有104个人感染，其中15个人死亡。武汉市卫健委1月初3通报疫情的时阵，并无讲到死亡病例。1月初1进前发病患者当中，甲华南海产市场有关联的患者就占55%，了后发病的是占8.6%，也就是讲1月初1了后已经社区感染。另外，武汉肺炎的传染力比 SARS、MERS 更较强，嘛有可能会像流感同款变做慢性，会长期伫咧。数据当中嘛提出比较，武汉肺炎的死亡率是2.3%，2003年 SARS 的死亡率是9.6%，MERS 是35%。不离个国际专家表示，中国的资料拢是初期研究，无法度彻底了解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到底是拄倒位来的，目前也佫唔知影。要参加救治第一个治病，也就是6号病人的医生，伊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这个人是一个70多岁脑中风的患者，12月初1发病的时阵，伊无去过疫情发生的源头华南海产市场。但是香港流行病学专家认为讲，病毒上大寄生的所在是武汉的鸟市。为着要控制疫情，中国佫一改扩大收容轻症病患的方舱病院，启用12家方舱医院。全市方舱医院计划床位已经超过了2万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3个驻北京记者的证件。伊表示，美国《华尔街日报》初3一篇报道，用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来做标题，是迫害中国政府甲中国人民对抗疫情的拍拼，而且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引起中国人民愤慨甲国际社会的谴责。《华尔街日报》19回应讲，中国人民对政府的防疫是感觉真愤慨，北京政府是利用处罚《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来改变话题。若是甲中国交情袂歹的俄罗斯，宣布20开始禁止中国人入境。
这个禁令嘛适用伫咧港澳居民，这是为着要预防疫情。耿爽表示，俄罗斯已经有提早甲因讲。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安生在后礼拜一要去访问印度，也会去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当地政府赶紧用枪围啊，把印度所会经过袂输去食料的所在炸起来，这款做法也引起众人的批评。工人赶紧组协，希望会当伫美国总统川普24来访之前完成启用美怀工程。这是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的上大城市阿莫达巴德，嘛是印度总理莫迪故乡。下礼拜，川普会伫莫迪陪伴来到当地一个体育场举办造势活动。印度会经过附近一个有超过2000民众的贫民区。真侪人认为这个湿地贫民区有400公尺长的饼，意思是真明显。ये दीवार के लिए जो बात की जाती है वो है ना छुपाने के लिए की जाती है भाई ये जो प्रजा है उनको दिखनी नहीं चाहिए इसलिए ये है ना दीवार चुनवाई जाती है तो बस हमारा यही कहना है ये दीवार नहीं चुनवाई जाए हमें अच्छे घर और अच्छी व्यवस्था यहाँ पे की जाए 代志受到关注了后，当地官员赶紧澄清，这个病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安全，所以这是美化启用。按照原本预计要起到差不多2公尺宽的饼，嘛因为批评，关刀降到1.2公尺。引发争议的作为，除了这个病以外，更有要求体育场附近贫民区撤离的行为。虽然强调甲川普要来到这无关系，毋过拜一接到撤离通知的40个回民众也是真无奈。मैं ऐसा कहना चाहती हूँ सरकार के सामने मैं ऐसा बोलना चाहती हूँ 7 दिन में होएगा क्या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इतनी ठंडी में लेके कहाँ जाएगा川普这摆2天的印度行，一方面受到化解甲印度政治因为贸易战变紧张关系，另外一方面这是替年底总统大选造势，要吸引印度的美国人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国的疾管中心认定台湾已经出现武汉肺炎的社区传播，不过咱的总统蔡英文也照咱国内专家的见解，认证台湾无达到这款的条件，也请民众唔通惊吓，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就要看重台湾替防疫所做贡献。总统蔡英文会到到并着德南的国家卫生研究机了解疫苗研发的情形。伊方表示，目前正努力伫咧疫苗药物快开试剂研发，其中学生生态疫苗是上紧会当做临床试验，同时也学生做老药啊瑞德西韦好吸剂，顺度有97%。瑞德西韦这个国外的美国药厂所研发出来的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物的发展哦，在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毫克级的合成哦已经完成，而且有达到97%的纯度哦。那再过2个礼拜，我们也期待到公克级的这个合成哦。那生态合成疫苗跟 DNA 的疫苗进展会是最快的。那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小动物的测试。对美国这边管制甲预防中心认定台湾已经出现武汉肺炎病毒的社区感染，总统讲也未符合相关要件。这个事情我们陈时中部长已经讲过了哦，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零星的个案哈，那也没有符合所谓的社区传播的这几个要件嘛哈，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哈。那我们整个防疫的跟处理疫情的团队哦，都是用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总统希望世卫组织唔能把政治看得比人民的健康较重要。结果，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包机返来台湾的相关计划早就已经传好啊，随时会当出发。不过，中国各代办应该爱尊重台湾的防疫措施。伫咧结束国营的行程了，总统转到新竹德北的高端疫苗公司，了解生产这边是毋是有法度配合国营的相关疫苗加治疗新药的研发生产量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上惊唔是回乡的我，是有的人爱隔离，煞伫外面走拍拍，甚至有的人佫摕到假消息伫咧当天就抓。刑事局再掠到假消息的传播者了，是一个查甫人利用越南迄边伫咧喷水暗的影片，伫咧网络乱传乱放送。经过警方的调查，影片内容有真侪无正确的消息，也甲乱传的人掠去治罪啊。而且假消息也阻碍咱防疫，若准乱传假消息，真相当可能要罚关3年。这是A 兰不知名的现场，
这是完全自由的、免费的。影片内底强调，越南政府伫咧乌志明市的路边分免费的水暗，互经过的民众，牙讲台湾政府防疫无够，水暗的提供量无够稳定。毋过越南代表处是驳回，并无分免费的水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向警方检举，这个影片是不实的消息。刑事局查到是2个查甫做的。有民众在社群网站上面张贴、散布政府送了50万个口罩到香港的不实讯息。那经本大队追查发现呢，是一名刘姓男子所为。那经溯源侦办呢，经过警方的交叉比对分析呢，已经锁定了一名吴姓男子。那这名吴姓男子也已经到案。4个拢伫风声疫情的假消息，伫咧网站面顶，还有网友发文讲有疑似60岁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送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校医区来治疗，互连医赶紧发声明驳回，这是不实的消息。台南市嘛有网友伫咧面册社团发文讲，有家长带当地居家隔离的囡仔出外，伫咧安南区某一个公园处流浪。我其实不太想带小孩出来，不然他一直会，可是他一直闹，又会就叫我帮他戴口罩啊。是，他也是紧张啊，但不晓得说是这个。后来你们看到这个消息有去询问，还是说去查证什么吗？没有，倒是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可以问谁啊。警方调查了，证实是假消息，而且甲发文的姓周的查某人以传染病防治法送台南地检署。防疫期间不实的消息一直传播，现正伊嘛伫咧20通过防疫特别条例，对散播防疫假消息的人会提悬刑罚。将这一个在特别条例将这个假讯息罪的部分提高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草案当中对散播假消息的人提悬刑责，假使讲民众转达有关疫情的假消息，违反的人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新台票300万以下的罚金，就是要避免民众传播无经过纠正的信息，造成社会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一再引起争议的国民党立委吴思怀，伊出入立法院头摆的书面质询，内容竟然是咧讲总统蔡英文引起中国的事端，引起正人的讨论。吴思怀20接受访问时阵也讲，伊是要提醒蔡总统着注意，甚至伊也讲，咱毕竟是弱者的一款言论。立法院特别开议，国民党立委吴思怀第一摆书面质询，因为这期蔡总统倡导中国引起争议。吴思怀强调，真正发起是国家大事，成为立委爱监督施政，提醒蔡总统爱慎重，也佫提出咱毕竟是弱者的发言。我们毕竟是弱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必要大家再去做其他政治上的揣测。他现在做一个立法委员，尤其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本来就是要善尽在野监督的责任，发挥他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质询，还有相关的法案的辩论当中，能够提供更完整的一个论述还有资料啊。我想两岸我们当然不希望有冲突。参选党主席补选的傅良斌甲江启臣拢热天吴思怀，不过吴思怀争议发言是不是助长罢韩行动引起关心。江启臣讲，首要任务是专业协助韩国瑜做好市政，国民党做好改革。傅良斌是化为蔡政府取消罢韩行动，避免社区感染。另外，无党籍花莲立委卜君奇恢复党籍案件，代理党主席林清德强调，应该尊重多数意见。应该是更重视多数人的意见，只要把程序做好。应该是欢迎这个朋友回来，让我们国民党更壮大。目前福冈两位党主席候选人拢支持卜君奇回党，林明德表示会开科技会，就看这2天的作业，和卜君奇案也可能未等甲新主席上任后才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2001年所成立的台湾一周刊，但今仔日宣布讲，伫7月底就要收起来了。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目前无收到大量司员工的申请。另外，一直咧研究新闻媒体台大教授王泰利也讲，一周刊拢是一个错议题方向，是一个极端媒体。2001年5月创刊号，伊周刊以当时的总统陈水扁的查某囝陈幸有的私生活做封面，销路真好，创下纪录，正式把这种文化带入来台湾。除了名人的文书，嘛惹出真侪弊案。纪录片《碰果的滋味》伫创刊10多年了后，采访创办人雷智英，伊强调唔惊有权有势的人。有时你不想得罪的人，你得罪了，以后可能有后果，但是。这个是做传媒，你一定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多年以来研究伊周刊的台大教授王泰利指出，伊周刊拜三出刊，2001年开始有10年的时间。迄天暗时新闻的头版，真侪是周刊方面的故事，报道名人甲非名人的文书，主导台湾议题的方向。一周刊进军台湾，对台湾媒体最大的影响就是台湾的电视新闻。或者是一般的新闻，正式进入了所谓八卦媒体的年代。王泰利指出，伊周刊独家压出备案的新闻，为李登辉总统的国安密校到淡水边、林益世等等的备案，无分哪绿党派，影响到政坛。非常的就是正负两极啦。他当然是带了台湾腥风血雨般的八卦，我也相当肯定他对就是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事实上确实是有做出贡献，所以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新闻媒体。2018年停止纸本发行，为网络媒体发展，几个届传出要退出台湾市场。2020年2月20日，伊周刊发出声明，确定伫咧2月29结束经营。早起社长已经甲员工宣布这个消息。会再跟资方有一个协商的会议啊，然后来正式的确认一些内容这样。台北市劳动局也未收到伊周刊申请大批改聘员工的计划，资方依法伫提出计划10天以内，甲劳方协商，若无法度达成协议，主管机关才会介入。当年伫台湾媒体化水的建档的伊周刊，伫竞争的网络世界，决定要结束经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肺癌是台湾癌症死亡率排第1的，其中肺腺癌的患者是逐年伫咧增加，也因为真歹查到，常常发现就已经是末期啊。伫中经院有上新的发现，讲肺腺癌组织内面有一种血糖血栓，或做 PTTG3P， 是影响到癌细胞济少的关键之一。已经过往歌手凤飞飞，2010年因为肺腺癌过往，或真侪歌迷感觉真可惜。肺癌是全台癌症死因的头一名，其中肺腺癌的患者佫是逐年增加。啊，毋过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常常伫咧癌症末期才发现讲着病。中研院团队上新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的肺变脉血糖血栓 PTTG3P 是影响癌细胞成长关键之一。这些不制造蛋白质的。这一些所谓的非编码的长链的 RNA， 是不是真的有生物功能？用这些预测方法预测它是跟细胞分裂，然后这个癌症的成长速度比较快有相关，然后用实验都把它证明出来。过去伫细胞基因体肺变脉血糖血栓向定义是本素基因，这几年才叫学界发现是影响疾病恶化的重要角色。亲像 PTTG3P 也甲战斗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活化甲肺腺癌细胞相关的基因表现，造成癌细胞增加。紫杉醇跟顺铂的化疗药物上面，其实它就是会影响到说，如果你表现量越高，你的治疗效果就是会比较差。我们目前的发现是这样。研究嘛发现 ，PTTG3P 的表现愈悬，对部分的临床化疗药物会产生抗药性，降低治疗效果。相关研究可能会变做化疗评估的新目标记，当作用药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买掉后产业园区，因的后期计划准备要来动工路。县政府也打算要甲园区的连外道路加167线混合跨。不过在路边的120多丛老丛的山野树，也要来甲刷走。有团体甲公所也认为讲，安尼影响到地方真有特色的摇山野活动。一丛一丛的树仔，拢有要互搬载的记号。嘉义县鹿草乡马场后工业区的连外道路，要做道路拓宽的工程，167县道两边边啊，大约有120丛树仔，嘛拢爱搬载。消息出来，引起护树联盟甲逐年拢会举办封路拍山野活动的鹿草乡公所是真烦恼。鹿草乡这几年连续每一年都会开放给全国的民众打芒果青的活动，一定要把167线的芒果树全数的保留，因为这一段的一个芒果树对鹿草乡而言非常的重要。这条167县道原本敢咱2个车道，未来拓宽变做24米宽、拢总4个车道。县政府建设处表示，为着要保护这寡要搬载的树仔，会就近正伫边啊，打造一个比路更较宽的绿带。嘛要求包商爱做好移栽工作。那为了不移这些树，造成这个树木的死亡，所以我们增加了用地的
就规划往南侧做，所以增加了很多用地，将近6.4公顷的土地。然后我们还要因为这些树留下来，我们还要跟台糖征收这些树下来，所以总共经费要多花了1亿2千多万。因为之前中正大学老树搬走的问题，民间团体一直在催生老树保护条例。官府嘛表示，目前法案预计伫3月要送入去议会，但是县道边仔这寡树大约是40年到50年的树龄，敢是适用这寡法规，还阁要等正式的法案通过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往水南的164线边仔的火焰树开火路，火焰花是开甲盐过水，花期未正开始到4月。提醒民众若准是要去看火，就千万爱注意，就唔通徛伫路中，特别翕相啊。本关北港店164线往水南的方向，车路边的火焰树开火路，火焰花是开甲水个好。这路过民众看到，拢会停落来赏花翕相。我们一般称为火焰花，也有人把它称为做火烧花，因为它整株看起来的话，像那个火在树上烧。比较特殊的是，它是属于晚冬初春开的花，所以它也比较属于那种报春花型。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美丽，不用跑到山上去赏景了呢。164线道就有很美丽的花朵可以供大家欣赏。不用再去别个地方去看花了，在164这条路可以看见美丽的花景了。火焰树开花拢伫暗时，花解开会带草味。当地民众若是闻到这落味，就知影火烧火季节到底啊！164线这条路拢是清洁队咧维护，现时火烧火当着时，啥袂少人来看花。地方的里长提醒民众斗阵赏花，嘛爱同齐保守环境。即阵啊，愈开愈水，我伫遮嘛要呼吁讲，若来咧观赏的人，尽量对抽水站遮的布花爬起咧观赏。比较安全。袂少这路过民众看到景致水，就停落来赏花翕相。毋过164线往来的车辆真多，民众要翕相会当爬起哩路边的爆花，毋若安全。通欣赏的风景是愈开阔愈迷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防疫期间，有的社区关怀据点拢是暂停活动。不过，侪老大人伫处理也感觉真无聊。在台中新港的北庄社区关怀据点是大声开学，举办一场热烈的欢迎会。这时段跳舞唱歌，顺耍练筋骨。社区也借着机会宣导防疫的工作，互大家毋但欢喜，也趁着健康。阿公阿嬷戴金丝的帽仔，举拐仔，踏出热情的舞步，大家人自信的笑容，都是上好的妆。因为疫情的影响，台中侪社区关怀据点拢延前开学。不过，侪老大人伫厝过外月，用要应袂掉。新港北庄社区关怀据点都申办欢迎会，邀请时代做伙来闹热。因为有想吼，爱来老岁仔人走无路，拢足无聊的，所以赶快开始最好。有欢喜啊！大家哦，拢戴口罩啊。像我们都有准备酒精哈，跟他们消毒，而且我们社区里面呢都有消毒过了啊，而且鼓励他们要戴口罩，自备口罩这样子。防疫的期间，社区先消毒过，才办活动，把利用这个机会宣导接洗手、挂嘴安。防疫的工作做甲真较真，互长辈会使安心佮欢喜。我也交代我们关怀据点这边，第一个进来要先量体温，那也请我们这边长者能够戴着口罩进来，那也鼓励大家能够勤洗手，来避免这个传染病的来传染。防疫的期间，除了消毒以外，顾好家己的健康，提高免疫力，嘛是真重要的代志。这段时段做伙跳舞、活动筋骨，身体好，心情嘛轻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潭子的大丰社区所生产的马铃薯是全台湾第5济所在。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品，但年大丰社区拢会准备一寡马铃薯要来送予里民。今年也准备2500斤要来大放送。
一箱的马铃薯分做一袋一袋，放伫个桌仔顶，摕社区所发的马铃薯兑换券，就会使摕到一包5斤重免费的马铃薯。台中潭子区大丰社区民众是拢排队来领。我们在这里的社区蛮幸福的，蛮幸福，蛮享受到这个有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帮我们办这个协会，感觉到说我们居里很温暖。总共准备了2500斤，我们大丰社区每年就有办啦。大丰社区有比较。对于里民比较有照顾的。台中市潭子区除了有加工出口区，当地也生产马铃薯，年产量达到4200吨，是全台湾第5大。为着让地方的民众会使加互动，潭子区大丰社区特别举办免费领马铃薯的活动，推广在地的农产品。产值里面，在中部里面，我们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而且品质是最优的。那除了我们推展这个竹笋以外，马铃薯是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最好也最棒的农产品。那我们一定会继续把它推展下去。除了发免费的马铃薯，大丰社区也因应今年2020灯会伫咧台中提供免费的花灯，让大家来睇。透过分享，让农业唔单单是生产，也会使有人甲人伴暖，甲做伙分享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历史是正人的基地，南投县政府也委托学校收南投县志。而且在经过9日一大地震了后，真侪文书资料拢拍无去，也增加这项工程的困难，也凸显记录的重要，也需要甲地方的文化资产做伙保存落来。写历史会当保存地方的人文风情。南投县开5档的时间，便接收南投县志，接进前的县志为83年，一路写到103年。全图总共13卷，记录这20多年来的发展。过去呢，我们南投县志是修了交通志，那我们觉得南投观光是主轴，而且观光的资源非常多，所以呢，特别把观光志从交通志里面把它给独立出来。因为921大地震的关系，未少文书的资料甲档案拢拍无见，增加这项工程的困难度，也当凸显记录的重要。南开科技大学等6个单位开5档的时间，唔但写历史，也访问收集各界重要人物的故事。在写的过程中，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我们都一个一个去访谈，然后呢，不止访谈，访问他的子孙，还收集他相关的资料、老照片等等。南投县府表示，这是众人做伙合作的成果，希望把这文化资产留给后代子孙，让地方的故事会当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意大利真出名的庞贝古城，因过几60年来，因为年久失修，游客拢无法度入去参观。经过6年的大型修复计划了后，部分的建筑物搁再对外重新开放啊！行伫咧意大利庞贝古城的街仔路面顶，游客就若像是坐时光机，回来到2000多年前的罗马，会当看到公元79年威斯的火山爆发，城市去互火山灰砍掉的进程，当地市民的人生百态。过去几10年以来，庞贝古城内底有真侪景点，因为真久无整理，伤过头危险或者是担心，所以禁止游客入去。毋过伫咧拜日，由后面赞助的6年大型修复计划结束了后，部分状况不好的建筑总算会当搁入去。真有人的乱人之家，就是其中之一。这栋真罕你看，而且有完整保留的2层楼的厝，伫咧1980年伊尔比尼亚大地震了后，就关起来40年修理到今。È stata chiusa per restauro per 40 anni. Non aver visionato quel famoso graffito che dà il nome alla casa Amantes ut Apes Vitam Mellitam Exigunt。厝内真水的彩色壁画甲马赛克艺术，伫咧修复师的手一点一滴豆豆开好，除了大范围的修复工程以外，庞贝古城嘛趁即届的计划强化保存遗迹的古物，而且嘛开始新一轮的挖掘的作业。Le sorprese, Pompei quando si scava ci sono sempre sorprese, quest'anno non avremmo mai immaginato di trovare i mosaici come quelli di Orione, sicuramente riscavando altre aree che non sono mai state scavate i dati non possono che essere straordinari. Speriamo in qualche statua adesso. 庞贝古城第年超有400万人来遮参观，是敢若属乎古罗马竞技场以外第2侪人的首都景点，部分建筑物重新开放，互所有来的旅客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6度。
中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水顶看人出世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上个时间再会。